迎收看台湾新眼界，认捌台湾事。大家好，我是阿朱柯幸珠。来关心，虽讲咱台湾疫情转好啊，不过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伫增加。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万人。今仔日咱就做伙来讨论武汉肺炎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疫情。因为亲像北京疫情哪有反扩的趋势？因为北京伫6月11进前已经连续要2个月拢无本土病例，不过伫6月11甲打已经有106例。若美国、巴西甲俄罗斯这3个国家，即马已经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的前3名。不过现此时呢，已经有侪国家拢按算要来拼经济，该度封锁放定一寡防疫措施，要来开放边境。若安尼，世界疫情感觉佫举起来，咱今仔日节目内底就要来好好讨论。首先，咱来欢迎现场3位来宾。头一个是要来介绍台大兽医系名誉教授赖秀水赖教授。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再要来介绍金健康的总经理，嘛是资深的媒体人洪素卿。阿祖好，大家好，大家好。第三要来介绍的是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副院长陈立生陈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即马就先来了解讲北京的疫情。北京即马敢若疫情有在反扩，原本讲2个月拢无代志，乃雄雄就因为三文鱼，就人咧讲这鲑鱼，说疫情说逼出来。赖教授，你是安怎看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真奇怪，也真严重的代志，因为北京这个所在是中国的这个首都哈，所以整个中国对这北京的管控足严格哈。但自从这个武汉肺炎伫这个武汉发生以后，甲即马哦，北京伊控制也真好，是拢总有463例，所以今仔日这个北京这个叫做新发地这个批发机市场吼，忽然间有安尼伫5天以来发生100多例吼，这款的发生是。互人感觉真惊疑吼，咱这个 WHO 这个秘书长伊也咧讲啊，讲即摆这个北京的疫情呢，一定要彻底来甲调查清楚。是，闭源是对得来，事实上若无调查清楚的时吼，是毋是这个疫情伫中国会佫爆发出来吼？是，中国这个代志是互人真无法度来了解吼，伫这5天内底。爆发这个106例吼，这表示讲这个病毒伫这族群内底，伫这个菜市啊吼，已经伫遐有伫遐咧拖一点一阵的时间啊啦吼。偌久咱唔知，可能伊的范围是真大，因为这个菜市的人出入是非常的多吼。中国吼，伊真奇怪咧，伊报出讲这个。北京的这疫情所发生伫这个菜市啊，咱知影以前伫个第一摆武汉肺炎发生的时，伊讲这个病毒是来自这个华南海鲜迄个市场。人讲是亚博嘛。伊讲亚博啦，事实上吼，因若咧讲啊，讲煞尾吼，因就佫发表一个迄个资料，安怎资料呢？伊讲阮伫这个华南海鲜市场伫个环境内底采迄个样本啦吼，585个迄个样本，去甲做检验，有33样本是有武汉肺炎的病毒。这伊要证明啥？我相信迄阵伊要证明讲，这个病毒就是菜市啊，伫这华南海鲜市场出来吼，伊是要安尼证明。但是呢，伊安尼讲安尼实在是。真趣味，煞尾伊佫发表一个讲，阮对武汉海鲜的这个野生动物吼，去甲伊检验的结果都无病毒吼。伊奇怪，这病毒对来咱也唔知，甲即马吼，甲即马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对来也唔知。即摆伫这北京又佫敢若复制啦吼，伊吼，这回佫较济呢，伊去采5454个样本，吼，换去检验，检验了吼，才讲有40个样本，吼是阳性的，就是讲有检验到这个叫做武汉肺炎的病毒。其中伊佫讲一个足趣味的呢，伊讲吼，连这个菜店吼在
当即个在切即个三文鱼，迄个红红三文鱼的即个菜店吼，讲啊，伊讲菜店顶头嘛有病毒啦，嘿啊。安尼煞讲牵拖讲，即个病毒有可能对三文鱼来伊讲进口的。哦，要求甲挪威进口的即三文鱼拢甲冻起来，啊，要所有的三文鱼即个拢吼，煞甲伊拢下架呢吼。我甲你讲，三文鱼鱼类是袂感染武汉肺炎的病毒，啊，其实伊若人的病毒，大部分拢袂感染鱼啊。啊，即个武汉肺炎的病毒，无可能去感染着三文鱼嘛，吼。是啊，哎呦，三文鱼若感染，那无可能感染，啊，哪有可能讲对人对这三文鱼传染着人？啊，也较无可能讲人去传染着三文鱼，无可能的代志。啊，伊今仔安尼讲呢，我唔知影讲伊的意思是要安怎？伊意思是毋是要讲？是要讲吼？要推卸这个责任啦，要杀责任哦，这个外国来这个病毒唔是阮遮来，伊是对澳洲来，因为对什么鱼对对，所以吼，我是感觉即摆的迄个疫情吼，如果北京政府即中国政府若个暗藏起来吼，无老实，啊，你即马讲100外。吼，我无相信，敢若100外啦吼，唔知偌济。好，伊就讲啊，讲伊检查7万，念伊就讲检查7万外，啊，讲要检查9万的，发现着50几社区，讲50几个阳性。我是感觉即摆吼，中国政府你若个暗藏吼，啊，你若个爆发第二次的即个武汉的疫情吼，啊，你就袂收山呢吼。你即摆已经逐个各国拢咧甲你迄落引起800几万人的迄个感染，40多万人的迄个800万死亡呢。啊，即摆疫情吼，世界疫情抑搁一个爬起呢，也未趋缓呢。所以吼，我是感觉即个中国政府即摆唔通搁去暗藏。啊，第一，赶紧，甲即个病源甲调查出来。其实吼，真简单的问题呢。伊若讲甲即个武汉，甲即个北京遮分离的病毒吼，伊甲迄个基因吼，甲伊定序吼，啊，看伊的基因的序列吼，啊，对照起来就知影嘛。知影倒位来？知影对来，是毋是对恁东北？你隔壁都是。就辽宁嘛，吼，啊，就吉林嘛，啊，就迄个黑龙江拢对这个俄罗斯遮来嘛，吼，啊，你是毋是对？你真侪欧洲入来迄个政府移入的迄个病例嘛，吼，啊，你若一个甲迄个定序出来，啊，甲比较咧，你就知影病毒对得来，你一定爱发表，吼，你若无发表吼，事实上对你中国吼。即摆的迄个吼，疫情搁爆发咯，迄影响真大，大家对你印象会真歹，所以我希望讲，因即摆唔能够暗藏。唔讲，一定个教师爱学乖啊。对啦，唔能够暗藏啦，啊，若搁暗藏落吼，就唔好啊啦。是，亲像老师头拄讲的部分，其实 WHO 嘛有呼吁，伫6月12日，甲中国北京为着武汉肺炎，即马已经有106例。啊，那北京官员即马讲哦，即抵挡病情小话已经进入非常时期。啊，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要求讲，北京这一摆已经爱甲认定做重大事件，而且嘛要求中国一定爱公布这病毒基因的排列，就是亲像头拄老师讲的。咱来看刷落来这个报道。北京出现新一波的武汉肺炎本土疫情，连续3天，每一天拢出现20-30个病例。为11到即马，确诊感染者已经总共有106个人。这波疫情嘛影响到河北，连续2天拢嘛有病例。真侪星期有警报宣布今日的战时状态。中国专家指出，疫情敢会大爆发，未来3天真关键。未来3天，北京报告的病例数决定了这次疫情的这个走向。由于北京呢在11号出现疫情以后，12、13这个很快就响应了。那么这些措施的话呢，应该是及时的、有效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这个要发病的话呢，这个也就是在呢这个明天、后天。这2天，因为北京伫过去50几天无出现新的病例，即马煞雄压出疫情，嘛互世界卫生组织 WHO 真重视。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当地调查爆发的源头甲程度，破坏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赖恩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希望中国公布病毒基因序列。
are working directly with colleagues again at China CDC on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findings like genetic sequencing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that will b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is disease. And we fully expect that China will, in the normal course, publicly put those sequences, as they have done in the past, on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s. 武汉肺炎疫情由源伫全世界咧传，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议员麦考尔带领的调查小组发表一份长50页的调查报告，内容嘛包括医生李文亮提出的确诊消息，而且指出中国从来无正式向 WHO 通报疫情，而且批评 WHO 无看中台湾发出的警告，只是配合中国，互疫情四界传。伫报告上尾啊，佮建议包括谭德赛必须要为处负责任，而且辞职。记者郭灿特别有整理报道。所以咱慢慢来问讲哦，即马这人讲三文鱼有问题，啊人讲北京讲的啦吼，啊讲菜点嘛有问题，啊所以即马大家惊吓会感觉讲，哎呦，啊这敢要搁会当食，啊伊即个像老师头讲的，这无可能的代志，啊不过北京就是安尼讲，所以所以你是安怎看北京即摆的态度？大家看吼，即个北京吼有新的病人出来了后呢，伊有啥物手段？第一个代志有3个官员吼，嘛随时就红抬头，红抬头，你就登去因兜。所以想讲，总共一个所在，我真老实地甲你报告讲，阮遮即马有病人出现，啊，结果我的结果是，啊，你就登去食你家己，安尼是毋是有可能近一天？尤其是5月是两会期间嘛，有可能是毋是当阵呢？总共已经有病人出来，我惊讲我也报告，啊，即当阵互咱的政府无民主，我是有可能暗藏，所以是即马才出来，还是进前其实就有小看，这咱唔知。啊，第二个呢，啊，出来要安怎？啊，爱找源头，啊，源头也是讲家己的个爆发，啊，就讲啊，就是恁管无好，恁进前这个病毒就一直伫中国阁有，啊，所以较简单的讲法就讲，啊，你看，这是你市场出现的，所以啊，拄好这菜店嘛有病。安尼一定是这条鱼啊！可是咱大家详细来想吼，即摆我踮菜店找到病毒有几款的情形。第一种，第一想讲啊，着鱼啊，无一定啊，啥会摸着菜店人。因为我即摆吼，我开始抬这条鱼啊，啊，我拿酷扫，我拿呛片啊，啊，是毋是我这所有的鼻水，我这嘴泡拢会咱来菜店顶管。所以我即摆菜店有病毒，甲到底是鱼啊的，还是人的？所以这边第一时间就讲是个鱼啊！啊，我讲较古锥的时候，啊，迄当阵这个新闻一出来嘛，大家都足惊讲哈，三文鱼内底有病毒哦，所以因遐真济吼菜商吼就讲啊，安尼阮就无卖三文鱼啊，即马拢无卖啊。啊，有一个人跟我好笑讲。歹势，其实阮本来就毋是卖，只讲迄挪威进入来的三文鱼，阮这其实咱是中国吼家己的饲的啦。啊，因为食主吼真接近啦，啊，我来家己做三文鱼来卖，这是嘛真趣味。伊就卖较高级的，嘛是工片就对啊。所以总讲吼，也是讲是其实是个抬鱼的人，也是只卖鱼的人，伊因为感染着了后呢，伊的喙泡，伊的伊呛片啊，伊这分泌物去污染着这。菜包，啊，就共款啊！你甲这个三文鱼根本就无关系啊。是啊，所以就像老师讲的，是较合理。以前有人讲，啊无，美国有一间吼，做冷冻肉品的工厂，哦，因足侪员工拢得病的，讲安尼是毋是？敢咪是猪肉啊？是迄个牛肉着病？毋是嘛？啊，人去摸着啊！我总共我甲伊同事开讲碰着拢会着啊，所以甲伊讲是三文鱼哦，这是伤超过。啊，第二件代志真重要，讲好，总共是人处理三文鱼的时阵，我的喙泡去画着了后才验出来。啊，问题这个人的病毒是倒位来？因为伊讲我之前北京50几天拢无病人啊，是安那突然这侪人啊？安尼应该是。澳洲来，啊，澳洲这病毒安怎来？有人讲可能是吼，毋是阮遮的人的喙泡，同早时是即个外国人，你处理即个鱼仔的时阵，伊可能伊的喙泡、伊的喙烂，该弄个鱼仔顶悬。啊，因为这鱼仔，嘿，因为鱼仔总共较好的鱼仔，有诶无一定是冷冻哦，总啊较贵的，无一定可能是冷藏嘛。伊讲人讲，这个温度吼，听讲病毒换十久的，所以这嘛是澳洲的病毒。啊，所以因为是澳洲的病毒，伊就讲吼，伊有发觉讲，可能如果是澳洲的病毒吼，伊吼较毒，伊拖较紧，
所以才会当活较久。所以随时就讲，反正无论如何啦，这病毒应该是欧洲来。拢外国的，拢毋是阮中国的就对啊啦。伊家己的专家吼，就无咧讲。拄啊，咱电视有看过，迄个姓吴先生就讲，毋是，伊看起来吼，这道的病毒应该甲因进前是共款的。共款的。就是有变嘛，无变伤济，是共款的病毒。所以呢，表示什么代志？这嘛是以前咱咧西班牙迄个流感的时阵，咱学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伊即马看，感觉病人开始变少啊，感觉无啊，其实病毒可能搁秘在咱的环境当中。无知在咧倒，唔知秘在。咱大家吼拢感觉即摆应该无代志啊，咱开始讲袂记哩，咱应该做的代志了后，伊就慢慢啊搁走出来。伊就是即摆咱同惊的就是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尼。对，就是讲惊疫情我搁补充一下哈。你讲好啦，你这三文鱼伫欧洲迄阵入来啊台有去污染到这个病毒哈。啊，事实安尼若无法度感染，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要感染一个人，第一伊的病毒量爱足悬，吼，德国人在研究是讲，至少就爱有10万粒的病毒才有可能。啊，爱对入面啊，爱对鼻孔入面，唔是讲对喙，咱喙入面是袂感染的，因为喙若入面是甲胃的是，互咱卫生拢也刣死啊，吼。啊，伊即款的迄个病毒，若安尼甲带入来吼，那无可能讲伊会散播伫这空中。所以呢，我认为讲这个可能性根本就无嘛。吼，啊，伊为着即摆为着要安尼来讲吼，我真嫌疑讲，是毋是这个发生的所在，毋是伫毋是伫这个新发地迄个批发市场。是毋是有伫北京的别的迄个较城市还是啥，有一寡疫情发生，所以这拢暗藏啊。所以我讲你若个暗藏吼，这个代志，今仔日已经伫迄个所在2、3、4、5天诊断106例，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全球感染真严重的吼。啊，病毒已经，你搁讲你采5424个样品。啊，请伊查这是样品，有40个样品是阳性的，哇，表示这病毒拢已经散布伫这个环境的哈。啊，安尼是表示讲这个病毒已经真多安尼。啊，你看北京这个市场，一日来回的人是几啊万呢？是。啊，安尼一定有可能传出去啊，所以算是真危险。我就讲，中国这摆一定爱甲这个病源。爱甲查出来，爱唔通搁暗藏。爱讲好清楚。啊，那陈副院长，你是安怎看讲即摆北京，伊用讲啊，这煞讲这是进口的，啊，拢是鱼仔的问题，啊，鱼仔去绑着菜店，啊，再菜店再去喂互人，然后用对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安尼敢有理？我是同意拢拄啊两位专家讲的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即个源头要安怎去查清楚，即马是我是感觉较困难啦。安怎讲？哦，所以 WHO 在感觉讲是用基因定序的方法，吼来去查这个源头。啊，不过大家知影讲，像北京这个代志，甲即马台湾要足相像的是安怎讲？讲50几天拢无病例嘛，突然讲走出来。这是走出来，唔是讲干那伫迄个市场发生的物件。南山的一个、2个、100外个安尼。对啊，这个物件就是你爱搁对搁较头前看，因为这个病毒若要传染，一定是爱像拄啊罗教授讲的，爱一段时间吼去传。啊，所以伊这头前的搁2礼拜进前是发生啥物代志？伫咧菜市场发生啥物代志？这是做疫情调查。嘿，做难调查，是足复杂的，所以嘛无一定是拄啊讲的即个三文鱼的物件，可能是因为伊迄菜市啊，逐项咧卖嘛，水果嘛咧卖，啊，这水果对倒来，啊，物件对倒来嘛，无一定是迄个鱼啊，吼，所以这物件要查，是稍有困难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对这个代志，咱爱小可爱学复习，就是讲爱小可学一下讲，咱嘛是算讲50几天无病例，吼，但是咱袂当伤过轻松，吼，袂当伤放轻松，吼，放零，嘿，啊，文哥袂使，嘿，放零了就像北京安尼嘛，吼，你就足侪人去迄个市场买菜买安怎，吼，啊，咱嘛是爱照起讲有一寡
超过100人的所在的时阵，咱就要考虑讲啊，要安怎哦，咱翠安嘛是要做好啊，即个社交的距离嘛是爱维持保持吼，咱莫讲啊放轻松讲啊，这代志敢若无去安尼吼，啊咱就爱小心啊，因为这源头做者讲法的啦，吼嘛拄像即个经理讲的讲啊，可能嘛是国外来的，是吼包装去污染，啊污染了，因为咱知影这病毒伫一般的温度会当活足久的，吼活到9工有啊，吼所以伊对国外来嘛毋是无可能，吼啊但是伊本来中国外口遮的包括即个苏联啦，因遮即马拢是当咧烧嘛，嘛是足可能对中国边仔国家呢，国家边仔国家过去的，所以这要调查，其实我感觉讲，是有困难啊，毋过大家拢爱注意，爱注意。我补充一下啦吼，其实这个病毒对来吼，那中国应该哩要调查真紧。是伊是毋是要公布吼？这个病毒事实上有三个来源啦吼。第一就是讲啊，伫北京家己活起来吼。啊，第二就是讲有影对欧洲入来，啊欧洲入来就是有一寡境外移入的吼。伊对4月28到即嘛吼，事实上境外移入的吼有差不多要到100个啦，吼88个要到100。所以呢，境外移入的吼，即接触者吼，伊即接触者，伊若无去好去啊处理去啊追踪吼，完了有可能爆发。啊，我认为足有可能的，就是讲，可能对这5月中到这6月5月底时吼，伫这个东北的所在，伫这辽宁啦吼，甲吉林啊黑龙江这个所在吼，有发生100多例的这款的武汉肺炎的病情。这个病情，这个病例呢，应该讲是对这个俄罗斯遮入来，吼，因为吼真侪中国人伫遐要入来，俄罗斯真侪人要甲中国人拢赶走嘛，啊伫遐入来，所以伫这个所在呢，去出现着5月中哦，出现着100多例，啊这100多例这感染了，中国马上就封锁嘛，吼，啊是毋是伊伫遐封锁？之前吼，因为辽宁就是即个河北，甲离北京足近的嘛，是毋是封锁之前有一寡人走来北京，安尼来感染的？因为对即个病情，对即摆伊感染的即个人吼来看吼，事实上伊即摆伊所报的100多例吼，拢是真轻症，轻症就是讲毋是真，毋是介严重的病情。啊，即个轻症的迄个吼，事实上伫迄个做东北迄几省吼，100多例呢，若拢轻症呢，迄敢若有一个较严重尔，一个死尔吼。啊，即摆欧洲的部分，那差不多拢真轻的迄个病例啊咯，因严重的病例就少起来，死亡率也拢少起来吼。所以我是感觉有这三种的来源，但是上简单的就是讲，伊甲这个病毒吼，甲伊迄个基因甲伊定序了后吼，咱拄啊迄个做 WHO 迄个讲的嘛，你若甲伊定序，甲伊比较了吼，啊就知影对来嘛。因为即摆即个病毒已经真侪科学家甲分类啊嘛，有一个科学家分类讲有4个族群嘛，吼啊另外有一个讲有6个族群嘛，吼啊你是对一个族群来，拢一个看就知嘛。伊个比例虽然讲即摆病毒的变异吼，伊的变化无真大啦吼，啊，但是伊有一寡迄个或者迄个碱基吼突变的是，即个看就知影，所以应该讲吼，伊中国应该要公布即摆这病毒是对倒来，即我迄个 WHO 就一个强调的嘛吼。就是讲，亲像北京即摆疫情搁行起来，啊，大家嘛想要了解讲，啊，这甲鱼仔到底有关系无？啊，咱来看一寡专家的讲法啦。亲像是咱伫咧台咱的黄立民即个专家，伊就表示讲哦，亲像这应该是市场内底有人感染，啊去接触到，就亲像豆素卿讲的即个部分，就是讲食三文鱼去喂到的，这几率吼机会应该是真低，所以伊嘛是建议讲应该去调查讲这送的过程啊，啊个到底是谁去接触到啊，吼啊个有这市场这部分爱随做检查，安尼才有法度来了解这感染源。啊，若是像香港的专家就表示讲，透过冷冻链这个传播入来的可能性，伊嘛是安尼认为啦。伊讲后壁真侪国家啊有即款伫咧台鱼仔的啊，也是讲在屠宰场啊发生武汉肺炎疫情了后，经过冷冻这处理的这个过程，这款方式来传播来探病，应该嘛毋是讲无的啦，因为过去嘛有发生过。啊，
那中国家己的专家是安怎讲？伊是讲疫情的源头可能有2种，一种就是讲因为就是鱼仔的问题，所以是有种物走入去北京。另外一种呢，伊讲应该就是人喂人，就是讲一寡亲像头仔老师讲的这无症状的人，较亲近的人去烧喂。毋过伊喂着的是家己毋知影，所以就无去看医生。就是讲，其实北京的即个疫情，世界拢在关心，就是大家专家嘛拢有一寡判断，判断其实拢有根据的，毋是讲亲像北京家己讲的就准算啊，因为北京。中国即马嘛无啥人在甲信道啊，因为伊讲话嘛无啥会当信。若是讲北京即马疫情亲像搁要压起来，毋过全世界即马咱真侪国家拢豆要放零，因为大家嘛希望讲会当变经济，会当恢复观光，搁加上讲热天要到位啊。亲像讲泰国即马疫情转好稳定了后，泰国政府嘛讲伊要解除一寡禁令，而且讲拍算要。靠一个所在讲疫情较稳定的国家，要互相来签协议。你会当来我的国家佚佗，我会当去你的国家佚佗，两边会当往来，而且往来是毋免隔离14天。即马大家就关心讲，安尼咱台湾敢有伫咧即个头一波的疫情，即签署的名单内底，咱来看刷落来即个新闻报道。泰国疫情转好，已经连续18天无出现本土个案。泰国政府15正式解除全国宵禁，120人以下学校、展览厅有游览场全部重新启动。而且为着要提升观光产业，泰国建议甲疫情稳定的国家来签协议，设旅游安全款，有条件开放两国人民入境观光，毋免去互隔离14天。若是台湾的防疫有功劳，传出会去互列入去头一波的名单。根据我们驻泰国代表处洽系泰国当局来了解，知道说这个泰方呢，其实他并没有排除将台湾列在优先的名单当中，只是他们要先必须确认边境管制等一些配套的措施之后呢，他们才要送交到内阁会议来进行讨论。外交部表示，泰国无甲台湾排除，毋过爱先确认边境管制相关配套措施，才会当送内阁会议讨论。除了安尼以外，欧洲真侪国家疫情稳定，上少有14国小连续放零观光限制，像讲英国、西班牙、希腊、冰岛、土耳其拢开放台湾旅客入境。毋过英国规定爱隔离14天，冰岛要求强制检疫，土耳其是无条件开放。看伫学者的眼内，若是台湾无解除边境的管制，要请台湾人出国旅游是真困难。因为台湾的边境没有开，所以这一点不解决，全世界对台湾开放都没有用。我们尽管如果说照卫福部的规划，要到10月以后的话，那势必我们这样子的防疫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李基业强调讲，后疫情时代，台湾甲其他国家若是要签观光协议，必须要徛伫咧平等互惠的原则。若是台湾人即马倒来台湾，也是需要隔离14天。短期以来，旅游的困境也是继续。若是日本东京11宣布解除东京警报，进入第3阶段的开放。日本全境嘛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毋过头一波入境的名单也是无看到台湾的名。日本优先考虑的解禁对象会以商务人士甲学者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疫情转好了后，即马有真侪国家拢有提出一个把步啦，就是一个旅行团，会当互相去来往。咱来看一个资料，就是讲，这是讲伫咧疫情差不多已经转好的国家，即马就在讨论讲要来互相开放，就是你来我这佚佗，我去你遐佚佗，拢毋免因为入境了后爱隔离14天，因为即马这隔离14天，其实讲是真费气的一个代志，所以嘛是讲真侪国家即马边境若是开放，毋过若是即个。规定无开放，其实要啥人去佚佗嘛是无啥可能。其实伫咧波罗的海3国已经得互相开放啊。泰国即嘛按算要开放，而且即嘛是风声讲，咱台湾有伫咧第一批的名单内底。若咱台湾甲其他的边境的管制，即放零是要安怎放零？敢有啥物款的标准？就是讲看国家的疫情即个规模，佮有即个监测的能量，疫情的资讯敢有透明，两边敢有老实即个部分，敢有讲有平等的部分。做在原则，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北京传出疫情了后，即马看起来对咱台湾的影响较细，因为咱即马台湾的边境就还未放零嘛，还未开放，所以看起来北京即马头拄咱讲的这疫情，应该对咱台湾无啥影响。毋过呢，这就是亲像头拄副院长讲着，就讲未来要开放的时阵，咱骹步就爱大好在啊，就是爱谨慎来评估。另外，台大公共卫生的副院长陈秀熙老师嘛有讲哦，伊嘛是建议讲会当创造一个免疫护照
针对着抗体、抗原做检测，安尼做讲过来解除封锁，也是讲外国学生要放入即摆台湾的一个依据甲原则。啊，即摆就是讲要来请教罗教授，就讲。其实大家拢盼望讲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就是讲，你若想要出国就会使出国吼，啊，亲像毋是讲即摆大家敢若拢伫国内旅游大爆发，拢伫国内佚佗，啊，毋过边境开放其实即个风险是真大，要开放甲目淡淡啊吼。我即摆风险还阁真大吼，咱国内事实上会用的正常生活吼，真安全，那免带喙炎嘛，应该讲起来吼，我较早。初的时，我就强调讲一定爱带喙炎。是。啊，即满我会使讲会使喙炎免带。听专家就对。啊，因为咱的指挥官陈市长来讲，喙炎就是敢若疫苗的嘛。是。哦，因为你若挂喙炎了，伊的病毒要入来真困难。吼，啊，你若有感染着病毒要走出也困难。是。所以呢，挂喙炎。这个代志是非常的重要吼。虽然讲即摆这个咱台湾已经拢无这个病例啊，我相信咱台湾无可能亲像北京讲56天啊，佫因为咱的疫情拢透明，啊，咱无可能是安尼，咱拢做甲足清楚的吼。OK， 虽然讲即摆整个的世界吼，疫情迄个诊断的病例，抑佫在增加呢，毋是迄个降落来，所以你即摆若讲咱的。迄个边境吼要开放吼，实在是佫较早啦。啊，毋过会用个选几个国家啦，会咱用个先开放。譬如讲澳大利亚吼，纽西兰吼，也是讲韩国事实上做了最好。亚洲这几个国家吼，其实日本也是无啥问题安尼。虽然讲因即摆诊断也佫有偌济，但是迄死亡率拢足低的啊吼。我即摆讲即个欧洲这几个国家，欧洲因即摆4月15吼。6月15吼，因遐生根的遐国家吼，伊遐边界管理都开放后，我认为安尼较危险吼。欧洲这个国家吼，其实你甲看伊的疫情吼，真是已经拢降落来啊。吼，伊的死亡率吼，这上严重的意大利、英国、法国，甲这个德国，伊死亡率一天吼有才成百个啊，甚至于讲才几个啊尔，啊伊的感染率也是拢几百个啊尔，所以伊已经强得要无啊吼，啊你其实伊的这个开放的时间吼，若用佫慢咧2礼拜吼，哦，这就真好吼。所以西班牙伊讲伊要开放，但是伊讲伊无要到这个6月15开放，伊要甲坚持甲讲6月21吼。其实因本来预定讲7月初才要开放啦吼。啊，事实上吼，即摆开放一定。这是一定的，一定爱嘛吼，你无可能讲一直迄落嘛。啊，这个病毒的性质吼，伊的特性吼，咱可以了解。事实上，这个病毒吼，有一天会无去。啊，我是学病毒的啦。我哪会讲这个病毒会无去呢？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到咱人了，伊袂讲咱人若恢复了吼，袂讲黏伫咱的身躯，袂讲掉伫咱的身躯吼。啊，这安尼时呢，表示讲这个病毒。那严重的这个感染的人一个少去，啊，过来这个咱大家拢有预防，啊，一个拢是真轻症的人了，传播都减少啊，所以会哪来啊人一寡人会感染，可能无症状，啊有控制了，啊就病毒会无去啦，吼，这是。我安尼讲就是讲，咱像讲咱迄个磐石舰吼，咱咧军舰你看有300几个，啊有36个，佫8个迄落，有40外个感染着吼。啊，40外个有一寡10几个出来，有查某朋友啊，甲伊接触，拢无问题嘛。吼，啊，咱最后了，咱的军舰的迄个拢无问题去吼。对这点来看，这个病毒有一天是会无去啦吼。但是咱即摆边界要开放吼，爱有一寡配套措施吼。当然，你着先选一寡国家较清气的国家，吼，啊，入来要安怎，你着伊爱有一个证明，也是讲咱来到这个或者咱的迄个机场的时，就该抽检。啊，来抽检，伊若是讲老实讲，伊若你若检无吼，可能1天的时间，咱都会用互伊出去啊。吼，所以安尼迄个吼，那对迄个真清气的国家等下，应该安尼都无问题。所以这个一定爱做的啦吼。所以拄啊，咱这个医生讲的吼。事实上袂使放松啦，吼！啊，咱即摆喙炎若去掉，若讲毋拄
有搁发生代志，因为大家即摆身上拢有喙暗嘛，咱再搁甲挂起来。挂起来。我是认为这个生活一定爱恢复正常啦吼。你无可能讲定安尼来继续落，因为经济呢足重要的吼。系啊，啊，所以金总经理，你感觉讲，亲像头拄仔旅行业者伊就讲啊，伊讲就是讲，就算讲咱台湾遮前去，全世界对咱开放，啊，咱若边境家己无开放，啊，其实嘛无路用。啊，你安怎看讲即摆开放即个风险？咱即马爱个安怎做，其实是真足困难的一个决定。真正是真困难哦，连咱阿中部长嘛，连讲两届足痛苦，真歹决定吼。因为是安那，咱即马其实吼，你看咱6月7号了后吼，大家哇，每一个风景区去看拢密，啥咱大家拢空关足久的啊，所以嘛想讲啊，用出国无，也是用从外国人入来，咱趁一寡观光的钱。问题是吼，像拄仔罗教授讲的。你即马吼，你的边境吼，也要甲开，要甲零吼，咱国内就爱按，你知影喏？因为即马咱国内用零的原因是啥？是讲咱知影讲，咱已经50几天，咱拢无本土病例，所以咱的环境理论上，理论来讲应该是真清气、真安全。所以咱即摆渐渐讲啊，卖对无喙暗，还是讲咱会较侪人的所在嘛用去，这是因为咱环境是安全的。可是，如果咱即马边境啊开吼，一开，我唔知影讲来人。虽然呐，咱能经对象嘛，讲哦，你可能是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比咱差不多，人是同尾一个病人出院了后，啊，佮足久拢无本土病例，人讲啊，安咱清气啊，所以伊有诶是真清气，啊有诶咱唔知，啊风险无共款有风险。所以我即马放一个有风险的入来，咱大家咧想讲，即马开始开，咱爱家己爱注意，爱以前学的拢爱学起来。社交距离，喙暗，然后洗手，还是啥物，这拢爱开始扣起来，啊，咱才有可能互人入来。第二我感觉除了考虑讲，比如讲较安全的国家啦，放伊入来。第二就是讲，伊要来创啥？啊，讲来耍的，咱能较等一个。你讲来做生意的，因为咱这生意爱继续做嘛，咱才有可能用拼咱的经济，所以做生意的是毋是先考虑商务，第二个就是来读册。来读册，即马嘛是大家咧讲嘛足可能几啊万人，对不对啊，明明本来咧台湾读册，啊，即马因为即个代志嘛，毋知影到底是搁要读，还是无要读。虽然有人讲我即马咧线上教学啦，我踮电脑头前嘛咧读，甲你讲正讲无共款，因为阮厝的就一个即马咧线上教学，伊本来是去美国读册，啊，可是即马美国嘛无办法嘛，所以咧台湾读，你知偌痛苦，因为时差你都无办法。对啊。美国迄当阵呢，美国9点读册，你才是半暝啦。啊，美国下昼你是透早啦。啊，你即摆读了啊，拄好想要困的时阵就这课要开始啊。所以讲，大家想了足简单，讲袂要紧啦，你拢免入来嘛，你就踮电脑头前读。有电脑就好读啊。差真济。第二，我讲我一个朋友，伊讲。阮查某囝出去是读迄啥设计的啦。我问你，读设计是安怎？头前话为爱做品啊，爱教啊，即摆有读音乐的，即拢无可能，我电脑就教。所以咱嘛爱考虑讲，这学生因总要来读册，咱是毋是像迄教授讲的？第一嘛，你有遐有检查，啊来咱遮啊看安怎检查，还是讲干脆就抽血。我即摆喙嘛做。血嘛做，有抗体啊嘛无病毒，啊拢做起来拢清气，啊咱就爱来读册，对，哎对来，就是讲啊那陈副院长你也感觉讲，针对这个问题，边境开放这是早晚的代志，啊不过看起来即马这个时间点，啊个讲其他国家拢在开放啊，啊咱敢要对咧做，敢有摘掉对咧做？我举一个例啦吼，就是冰岛是即马就是甲台湾差不多是一个岛嘛吼。啊，伊的上重要当然是观光啊，啊，但是伊拢无开，安尼伊也无在调生活嘛。是。所以伊即马就是6月15，伊嘛是控制了足好的，甲台湾共款控制了疫情控制了足好的国家。即马就是6月15要开始开，开即个会当去遐旅游。但是伊有两个代志伊爱做，就是讲伊要放你入来，一个条件就是你入来。啊，嘛是14天，关起来安尼。关14天。系关14天嘛，互你算安尼啦吼。啊，你若14天了，啊，你就放你出来算安尼。啊，这当无啥。啊，搁一个是讲，伊就是甲你检验嘛，检验若检无，
就甲你放，吼，这两个你家己选啦。检验但是你要家己出钱嘛，吼。是啊。啊，伊是用即马即个方式是甲开放，啊，但是伊即个嘛是算讲有足严嘅执行嘛，吼。所以咱即马若爱看讲，咱即马当然有一寡国家即马嘛无遮严重嘅，咱就人考虑啊，像拄仔讲嘅。即个澳洲啦、纽西兰啊，嘛可能迄个越南嘛，哦，即泰国可能拢即马是小可会当控制，吼，韩国啦，吼，即会当考虑啊分阶段来开放，啊开放了后，看要安怎来做即个检验好，配套，安尼就风险就较低啦。当风险开，其实只像头拄仔就讲到哦，其实即马真侪人较要紧的，就讲这境外学生，这学生囡仔要入来，咱来看即个资料。目前呢，在大学内底，这境外学生受影响的大概是63000多人啦。啊，即马有26000多的境外学生是无法度转来咱台湾读册。啊啦，后一学期新的学期9月份开始要开学的时阵，是有16000多的境外的新的学生。啊，到月底进前有42000多的境外学生，即马等待要入来咱台湾。啊，其实即个代志，其实教育部长进前判文中，伊的态度拢是讲，咱搁再搁讨论啊。啊，毋过一个前几工啊，伊已经有对我讲哦，会使啦，有3道原则，就是讲在休热的时阵，大家分配入来做检疫。啊，就讲，若是要毕业的学生就优先，因为伊即马较要紧，伊即马学业就要毕业啊，所以这学生囡仔大生，啊，搁疫情风险较低的国家会当优先。即马咱的教育部是有提出这3大原则。啊，若解封的时间点，即马大家是较关心的。教育部长判文中呢是讲，休热应该是较好的时间点，因为休热普通来讲是2个月嘛吼，啊，大家分配入来安尼嘛袂遐逼，啊，搁。咱总统蔡英文是讲，即马伊嘛只是讲下部会已经爱针对即个问题爱赶紧来做讨论，希望讲真紧会当有一个结果。啊，就是讲，其实咱要豆豆啊放零即个部分哦，就是照起工啦。其实吼有当时啊，真紧弄破碗。吼，咱嘛是为着咱国家的安全，啊，毋过嘛是讲咱台湾就细细粒啊，啊，若是对外拢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即部分就是讲。毋过呢，看起来即摆国际疫情其实真正搁上界安尼，800万人感染，啊，亲像美国已经超过200万人，所以即个疫情的部分，教授你看讲，你头仔讲这其实疫情搁伫闭关，你有看伊有啥物款的趋势？当时会当会较掂的。本来人讲啊热天啦，应该热天有法度，啊加看起来即摆热天共款疫情遮严重。即个疫情咱即摆是因为吼。这会讲全球化嘛，吼。啊，即摆即个疫情，毋是讲哦第1波、第2波，毋是安尼讲啦，吼。伊就是一个地区发生了，佮传去另外一个地区，佮一个地区，上头是中国嘛，啊尾先就咱伫亚洲嘛，吼。亚洲伫南韩遐嘛，啊即摆就说伊去对即个武汉封锁了，伊去欧洲嘛，啊欧洲是差不多伫3月初、2月底才严重起来嘛，啊所以伊个伊去。美国，啊，即摆就已经移去这拉美洲，哦，这巴西这方面，啊，印度这拢来，因为这个疫情吼，伫中国的迄个情形来看吼，伊差不多要4个半月到至5个月，再规个安尼也这个曲线吼，再安尼降落来吼。啊，即摆伫欧洲哦，欧洲我拄啊讲的这个英国啦、意大利、西班牙、甲比利时，因遮真严重感染死亡拢有3-4万人的哦。因的这个曲线已经降到足低来安尼，所以因这个伫欧洲吼，其实伊的疫情若到这个7月初吼，6月底7月初都会无去咯，甚至于咧感染人会足少咧，啊死亡会无去哦。但是因若要搁赶紧开放的时，就会搁延长一寡吼。增加风险。因为欧洲啊，在美国啊，美国较慢嘛，啊，所以伊即个吼就会安尼团会一个所在发生，啊，另一个所在无去，安尼会一拖到这个巴西吼，巴西事实上即马有第2严重的。第2严重的啦吼，但是伊的死亡伊足济，你甲看巴西吼，有可能真紧就疫情就无去哦，因为大家拢感染，因拢无爱插伊，也无爱拄啊喙暗，所以巴西即个就敢若意大利共
款嘛。伊来你较早就是讲咱是伊的武汉的翻版嘛。哦，啊，即摆伊来你看即摆死亡哦，已经无几个人。是。哦，所以应该差不多爱到5个月。我的看法啦，是。整个的疫情要点起，爱到明年初，还是讲爱到2021年的年中初，嘿，迄阵才会做点起，因为你全球拢一步一步在发生嘛，吼，这毋是讲哦第一波、第二波的第一波问，因为第一摆疫情拢还未完嘛，所以我讲哦，中国的这摆的发生哦。应该讲毋是第二波啦，因为伊的疫情拢还未完嘛，还有零星的迄个发生嘛，所以来讲起来吼，咱台湾这个代志吼，咱拄仔咧讲开放吼，啊，这学生方面会用先考虑啦，因为学生要教育，学生事实讲要管理也较简单。哦，我本来是讲一定中国学生就应该会用好入来，但是即摆大个。高小个按下，因为咱来看这个北京的疫情安怎因处理，啊发展安怎，所以其实其他的国家的学生咱用个回入来，啊入来吼，因为学生要甲迄个甲隔离14天是较简单。是，啊，种普通时啊，也生活就伫学校附近。所以这款的做法是应该咱就爱进一步，你袂使讲拢封锁条条嘛，吼，拢无迄个保险也袂使，因为为着这整个生活，为着这经济，为着这文化交流，一定爱安尼做。是，啊，若是讲，即马因为亲像欧洲哦，咱来看欧边已经鼓励讲欧边的国家爱互相开放，亲像所以包括讲这法国、德国、比利时这拢总已经要伫6月15要来解除管制，啊，法国即马伫咧德国法国的即个高铁嘛要来起行，啊，毋过哦，即马中间劳工啊，有货品才交流。自由出入了后，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有警告讲，开放毋是全部拢无风险的。咱来看这个新闻报道。由法国巴黎发车通过比利时去德国多特蒙德的大利苏高铁，3月2日因为疫情宣布停驶要3个月了後，第一班列車15正式發車恢復營運。On part avec nos enfants voir la grand-mère et passer du temps en famille pour les vacances scolaires. Et ça fait du bien, enfin. 后面为着要赶伫咧热天旅游大月进前恢复经济活动，鼓励各国都10月开始恢复开放边境。除了德国甲法国以外，包括斯洛维尼亚和意大利、瑞士甲法国、比利时甲法国、德国甲波兰和丹麦等等，10月拢开始重新开放边境。Schon früher sein können, aber okay. Es ist, jedes Land hat seine Ansichten und das müssen wir akzeptieren. 法国上大的戴高乐机场10月出现超2万的旅客，预计到7月份会增加到5万人。就算欧洲新军区解除内部的边境管制，恢复物流交通，而且解除必要工作人员的管制，但是西班牙要等到2月才会开放国外旅客入境。不离个西班牙的度假胜地帕尔马岛已经先对德国游客来开放，超180个德国民众已经去岛上来享受假期。啊，若是瑞典，因为疫情发生到今，拢无采取封城的措施，这包括附近的国家冰岛、丹麦等等，就算重新开放边境，嘛拢甲瑞典排除。啊，若是捷克，嘛排除疫情同款是真危险的比利时、葡萄牙、瑞典甲英国。经济拢是靠旅游业的施力，嘛开放29个游客入境，包括非欧盟成员的纽西兰、澳洲、中国和南韩。啊，若是英国同款是要求入境旅客必须要隔离2礼拜。世界卫生组织10月嘛对欧洲的开放措施提出警告。Again, let us remember, and we've seen, there is no zero risk in any environment. 就算欧洲已经开始解禁，啊，不过也是有真侪专家警告，秋天了疫情也是有可能会搁压起来，所以要完全回去甲疫情发生进前的旅行自由度，也搁有真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会当看到讲，敢要解除封锁，其实各国的政府拢头壳摸咧烧啦。其实这是真好决定的一个决定。啊，老师的副院长，咱来看讲，亲像头早欧洲，就是有一寡国家疫情已经就是较长好、较冻点嘛，啊，所以因就按算要开放，会当互相来往啊嘛。啊，毋过WHO说提出警告，伊看是毋是真正大家嘛烦恼讲，啊，若开放，就一定有第2波的疫情。我感觉是安尼啦，是一定是会有第2波的疫情啦。啊，但是因为伊就感觉即马经济即个观光一定爱做嘛，吼，啊，就即马就是讲，你要经济也是要健康，两个所在你要经一个，啊，经济会当讲大家都会当接受的点，吼，啊，所以经济若开了，一定会看讲伊的疫情一定会会搁起来，啊起来的时阵，因就即马是，我感觉因即马
欧洲的态度，因即摆是无啥惊这个物件啦。哦，系，因为因过到迄落感染，嘿，已经足已经烧到安尼，所以因对因来讲，感觉讲伊迄个悬的所在已经过去啊。是。个人若有就是细流行嘛，吼，较细的流行啊，伊细的流行就想办法甲抵掉就好啊。因即摆我感觉因的态度是安尼啦，啊，伊就感觉讲啊，若无开，我即摆讲无经济嘛袂使，哦，所以伊就点仔开放，点仔看，啊，若讲有真正起来，啊，就佫限制，无就先佫安一下佫安一下。我感觉因的态度是安尼啦，无啥惊讲啊，一定是惊讲啊，即个佫压起来佫安怎？我是看也是安尼。是若肃清总经理，你看咱台湾的，咱台湾人是会感觉讲是毋好压起来，无咱就先莫开放安尼，啊是讲啊，早晚爱开放的，啊其实咱才安全，咱若做好就好。你会感觉讲这个部分其实政府真头壳摸咧烧，啊人民咱应该爱有啥物款？我觉应该是双边拢爱做，一边是讲咱分阶段，就是拄仔讲的，先为较安全的国家、较需要的对象，咱该开放。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会记得咱之前感觉有甲美国迄斯坦福大学还是倒一个大学嚟做研究，就是讲，咱敢有办法用一个方法吼，甲即马人啊，你来咱遮吼，爱隔离的时间变较短。比如咱即摆14天，大家感觉好实在是伤长啊。可咱想要安全，所以咱就爱遮尔长。可是遮尔长呢，就无办法互人拼金。只像头到冰岛遐，我想讲去啊，啊先14天，无可能嘛，先住饭店，啊了后再去佚佗，啊了规气就莫去啊。所以即摆咱即摆嘛咧做研究，就是研究讲咱有啥物方法，用互伊下免隔离遐尼久，啊可是对咱的国家来讲，佫是安全。所以咱这边哪做？那想办法讲，互伊较方便的方法，佫安全。啊，这边呢，那针对这咱用个把握的对象，咱来开。我感觉双边拢进行吼，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啦。啊，可以我嘛真赞成拄啊，陈教授讲的，就是讲吼，其实准讲较说讲，有第二波吼，会有新的流行，可是较进前嘛是无共款，因为进前真侪国家就是咱无清楚有这个病毒。所以咱是火已经拢烧到做咩啊？咱要来拍火真困难。可咱即摆已经知影即个病毒，啊，愈来愈了解伊，啊，而且吼，拢一直有咧甲伊监控。所以即摆感觉就讲，哎，火啊，一刀起来，赶快甲伊压熄灭吼。火啊，一束束啊，咱甲伊拍好灭。所以伊困难会无遐尼严重。所以我感觉嘛是免讲结果紧张，一直讲第二波，因为讲听讲吼，秋冬来做恐怖啊，即到时阵会安那？其实就是讲，咱想讲，咱即摆情形讲进前是无啥共款，咱知影伊是啥物病。啊，即马用检验的物啊嘛愈来愈侪，是咱知影讲啊，可能是几工啥，我感觉有方法的。嘿啦，就是讲，就算伊遮工，免家己吓惊家己啦，遐尼惊啦。是罗教授，你干嘛？你嘛是安尼？啊，我认为开放是真重要啦，吼，应该讲像讲商务的迄个条件要来吼，应该是应该开放。啊，因若是因国内有检查，啊无问题，来到咱遮咱机场甲检查几点钟啊尔嘛，啊咱就放伊出去啊，咱就唔免讲过去互伊几工，安尼伊来遮做生意唔则会方便嘛。啊你当然你即摆袂使讲对开放巴西的人来啊，伊即摆疫情当严重啊，啊你我拄仔讲对纽西兰、对澳洲啊那南韩。甚至咱欧洲这几啊国家，日本这拢会使开放啊，啊，咱就因为因拢检查了袂歹嘛，所以若入境的是咱个检查事实上无几点钟去嘛，啊，若拢阴性的是，咱就放伊去做生意啊嘛，这是商务的做生意的应该先来考虑啦，吼，啊，当然有无共款的国家，迄条件会无同啦，哈，啊，过去就学生啦，学生我认为讲已经开放。吼，啊，因为学生的处理的控制较容易。啊，这学生的部分感觉，迄个即马咱的学校，因为咱囡仔愈生愈少，这敢有关系？就是讲，但是讲这个关系应该先即马这个时间袂使考虑这个关系。哦，袂使考虑，因为咱若是就是爱有科学的迄个根据啊，要来开放这学生入来，啊，啥物款的条件啊，咱因为咱做了真好嘛，哦，咱的迄个接触还是甲隔离甲对中这接触人，咱做了真好嘛，所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应该这学生入来是袂有啥物问题啦。是无啥物问题。啊，那陈副教授，副院长，
因为你是公共卫生的专家，这部分咱的公共卫生到底佮有啥物物件，也未做到遐十层的部分，会当讲先做好，啊，咱就唔惊。我是做赞成讲，即马分配来开放，吼，开放，不管是要来旅行，还是讲要来读册，吼，啊，读册是无共款，读册的时阵就是讲，你若像咱上大国家的来源，即条对国外来是马来西亚嘛，印尼啦，吼，啊越南，这几个国家是上多啊，啊大陆嘛是多啦。那啊，但是大陆大家会考虑讲即马都咧烧嘛吼，不要紧，都小看者啊。但是其他的国家学生若要来，我是感觉做赞成讲，不论是文化交流，还是讲即个来读册，即种拢是一个会当互因一个机会来学台湾，到底咱是安怎做了真好。咱做甲真好嘛，爱互知哦。啊，第二个我是想讲，因来的时阵一定爱有一个公共卫生的教育甲教。讲你就是爱安怎保护家己，啊保护别人，吼，啊无因来安尼拍拍照。